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是文顺。自从咱顶一道这一集，伊就用演戏来教大家讲台语词的单元了吼，有足侪人甲咱学了呢。反正阮有机会互8点钟找去演。真的呢，我感觉有可能呢，因为你也找咱去演吼，我是讲免费的，不是免费的，有免钱哦，不是免钱的，就是讲咱是天然的台语人。唔免去学台语啊！哎有诶，8点钟演完，伫遐讲台语，伫遐卡数啦，啊讲话讲甲哩哩啦啦，台语讲甲哩哩啦啦，咪当演。我想讲吼，咱个动作较含点啊，咱嘛是咱去演8点钟啊，所以要请咱去演8点钟，就来无要紧。所以呢吼，大概甲咱学了了吼，我就想讲吼，搁做一集。啊，毋过你是毋是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搁甲我讲甲密密麻麻？我甲你讲啦，演歹人吼，足歹的啦。我安怎讲你敢知？有诶8点钟的演员吼，伊演歹查某，去路顶吼，咧洗街的时阵吼，有当时啊，就互迄路人吼，迄入戏太深迄款粉丝啊，看到因吼，就甲因扯干交。好啦，安尼我较牺牲的啦。啊，毋过讲到最近啊，阁有网络新闻咧讨论干啊老一辈的人会讲的台语词。啊，毋过其实我感觉就亲像进前阮讲的，就是其实这个台语词啊，莫去甲想讲干啊老一辈的人会晓讲，其实咱少年人啊，嘛会当甲这个词捡起来用。哎呦！哦，行路唔看路，弄着本大爷，用知啊！是嘞啦，我是看到天顶有水云，惊伊会放落来，才会无看到你。我咧讲啦，人的目睭生头前，是生天顶的啦，行路看路啦，有听到无啊？这歹着！欠天啊，原本是讲一个人行路的时阵，伊直咧看天顶，拢无咧看头前。这个词啊，其实台日大词典内底嘛有收。后来啊，就互人用来讲一个人啊做代志无认真、无细腻。这个词绝对毋是咧形容我。嘿啦，对啦，你就赞的啦。啊，你若讲讲你欠天哦，安尼你害啊？你这头路可能保袂掉啊。脑损。嘿，因为有当时吼，你形容一个人欠天哦，就是讲吼，迄小细节你拢无甲注意到，所以吼，你若讲你做代志欠天吼，你就真正要检讨一下。你是安怎啦？手剩半步剩无着，你是喊慢是无？哦，你手底啊！哦，这个提起啦，免甲我说多谢啦，真正是戆甲袂白上。谢谢啦。这句话吼，其实就是咧考西人吼，戆甲有春啊。其实佫有做侪讲法，毋过你也讲到是戆甲袂白上，就是形容一个足含慢。绝对毋是咧讲我，就是咧讲你。今仔那两个词，敢若拢咧甲我骂哈。嘿啊，伊就是故意啊，伊用我的嘴讲出这个话，使人咱两个人之中的感情。袂使。你这个囡仔哪会遮车痴哈？你甲物件破甲规世界，安尼想要来退倒收？咱就有你分选帮我斗整理啊，这就交好你啊啦！你好大卖走！车痴嘛会当讲是车痴，原底是咧讲放仔的囡仔童。毋过后来啊，就是讲一个囡仔，伊真爱耍，真爱去佚佗，真爱拼物件，佮真爱爬悬爬低，无一个定性。而且这个词啊，会当当作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，就看大家是安怎用的。是啊，所以吼，你也感觉恁兜的囡仔吼，伤过般配吼，你得当用这个词来形容伊，因为有的囡仔真正是吼。超过迄种活泼的迄种程度，变成一个过动迄种感觉。啥物物件都爱甲你敲一个啦，拄啊吼，就甲掀起来啊，悄的啦。这款囡仔吼，一定吼，你得讲伊是车痴还是车痴？你这人哪遮搞怪啊！甲你讲这个树栽一定要冷气啊，你都唔听，搁伫遐一直生气啊，唔去摕水来压。对啊嘛，袂安怎？这搞怪吼，大家较常听到。搞怪吼，你会当讲一个人，也是一个囡仔，伊真爱作乱，像迄较多咱讲过车痴。毋过搞怪吼，佮较偏一点点啊。干巧就对啊。叫干巧。有当时吼，伊一个人吼，伊也做代志吼，像你讲的干巧，你嘛当讲伊吼搞怪。有个人吼，像迄伫一场顶悬吼，你咧做工课时，有个人吼是一种搞怪型的。头拄仔阮讲的词啊，大家详细去甲想，可能是咱细汉的时阵啊，拢捌听过的词，只是讲即马大家可能较无遐食咧用，所以即马透过阮的介绍，大家就会当甲这个词捡起来用，可以会当继续流传落。好，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《台一年等》，拜拜。